难民营的证人在国际媒体和政府机构中作证说，自2017年以来，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集中营中，其家乡的亲属受到中国当局的各种威胁。其中之一是来自荷兰的凯利比诺尔女士告诉包括 BBC 在内的国际媒体，她和她在乌鲁木齐的兄弟姐妹自从在乌鲁木齐的集中营公开作证以来，一直受到威胁。凯利比诺尔女士最后透露，2月17日，中国国家安全警察在乌鲁木齐召集了她的家人到派出所，并在微信视频上与她进行了威胁性的谈话。在谈话中，警察威胁她的家人，并要求她立即返回。据中国媒体报道，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决定以北京在东突厥散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对中国当局进行惩罚之后，一些亚洲国家的大使代表团访问了东突厥散。据报道，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费拉基米尔·洛纳夫代表团和来自中国2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于3月30日至4月2日访问了东突厥散。来自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尼泊尔、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伊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参观了以反恐和极端主义为主题的展览。代表团还接待了喀什和阿克苏不同国籍的客人。报告还指出，代表团成员对中国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中国以所谓的反恐斗争的名义，捍卫了其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5.33亿个脸书用户的信息已被泄露，此信息已发布在黑客平台上。根据 Business Secret 网站的数据，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5.33亿脸书用户在黑客平台上被免费分享了他们的电话号码和个人信息。超过3200万条个人信息是来自美国，1100万条来自英国，600万条来自印度。此信息包括电话号码、位置信息、出生日期、电子邮件地址等。安全专家警告说，黑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在约旦当局逮捕多名高层人员，前王储汗沙自称遭到软禁之后，欧盟表态支持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约旦前王储汗沙自称遭到软禁，有消息指本案可能与未遂政变有关。华盛顿邮报则称，汗沙行动受限是为调查一项企图推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阴谋。华盛顿邮报说，约旦当局逮捕了其他近20人。之前官员称国家稳定受到威胁。土耳其外交部表示，继续密切关注约旦发生的威胁国家稳定的事件。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全世界的难民人数超过8000万，但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联合国编制的最新数据和报告显示，全世界有超过8000万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强调指出，截至2019年底，这一数字的一半以上，约4600万人是国内流离失所和强迫移民，而妇女和儿童是受该过程影响最大的受害者。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穆斯林。联合国的报告强调，2/3的难民流动仅来自5个国家：叙利亚、阿富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目睹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战争的也门也位居榜首。